今年第5号风台杜苏芮早起结束风台，目前是轻度风台，而且伊的强度继续伫咧变强。因若讲到这风台要安怎走，这卡路是还未确定，才有可能是通过吕宋岛了后，接近台湾南部的海面，加做今年头一个影响到台湾的风台。气象局上紧伫咧拜一暗到拜二早的时阵，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。因若拜三时啊，将有可能是上届接近台湾的时阵。日头超炎炎，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会阁持续2天。随着今年第5号风台杜苏芮形成，继续向西北西来前进，天气会伫礼拜暗时开始转变。风台外围云系首先影响东半部甲南部地区，海边长影明显，天气也开始落雨。气象局上紧会伫拜暗时发布海上风台警报。在23号的时候呢，慢慢的北转的分量会逐渐的出现，从红色的框。我们大致上可以看到呢，其实台风的路径有可能会往比较偏向是琉球海面，甚至往巴士海峡到菲律宾这一带，都是有可能侵略的一个范围哦。所以说，其实是否会影响到我们台湾，甚至是发布路径，其实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。气象局无排除，这将是今年头一个影响台湾的风台。民间气象公司分析，风台拄形成，这种欧洲模式甲美国模式的有无出现真大无同的所在。美国有测风台可能由台湾东北海面通过，欧洲模式是风台会通过吕宋岛，可能偏北挖过台湾海峡。我想海上警报的机会应该是很高哦，那陆上警报就要再看它接近的这个程度。那如果是走台湾西南边的路径北上的这个情况的话，因为是这种逆时针旋转的环流，所以说台湾的东半部还有南部地区，我想应该受影响的情况会是比较明显的。分析师提醒，风台强度会继续增强，也可能会是今年头一个发布陆上警报风台。拜三拜四，风台相对上挖过台湾，有个东半部地区要形成半岛，将受到影响，爱做好防范的准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